会感觉呐，哇，你这乖囝，你哪遐尼知影我？一日袂讲，哦，你真爱遮尔啊无同理心，那遐尼啊毋知影讲我咧惊，就是惊讲我要死啊。所以你要听在讲，伊讲迄句话背后是甚么意义？同理心一开始就是要学习讲，人若讲一句话时阵，你要知影伊背后伊要表示出来伊的感觉、伊的情绪到底是甚么，然后你就讲出来互伊听。像我拄则迄句话讲出来，即个最后生的人可能讲啊，爸爸你可能是烦恼到老来时阵，你以后毋知要去倒是无？那安尼我甲你讲哦。有一个宗教甲咱讲哦，咱要去倒，咱拢总知影。啊，咱嘛会当伫迄个灵魂，咱嘛知影咱要去倒，啊嘛永远袂死哦。迄个所在有真好的所在哦。因爸爸本来就毋知，哦，有遮尔好的哦。安尼你会使讲互我听袂？你才会当开始来对话起来。你讲无啦，就免烦恼啊，人死到就会死啊，哪有啥物通好烦恼？安尼恁爸爸绝对袂去讲话啊，因为伊感觉无办法，你还伊袂当了解伊。所以沟通最基础一项，就是你要用同理心最基础，不管是听，不管是讲，拢总共款。所以咱伫顶会时，咱讲即个沟通的艺术，伫圣经中间，伫雅各书所在，甲咱讲，你着安那听爱紧，讲爱慢，受气嘛着爱慢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那慢慢的动怒。这是人甲人中间的这个沟通应该有的这样，圣经中间互咱的教示伫咧。那伫，所以咱来看，咱伫顶会的时阵，咱讲咱要用4礼拜来讲到即有关的部分。那伊个历史的部分，咱已经讲起来。咱头前讲同理心的沟通秘诀，顶礼拜咱讲的快快的听，啊，即摆讲的慢慢的说，后礼拜咱要讲的慢慢的动怒，安尼。所以，咱在学习的这个同理心到底是将心比心的感受，并正确了解对方的感觉跟情绪，以及情绪背后的意义，也让将这个都了解的传达给对方知道。好，顶礼拜是咱讲的是啥？慢慢要讲，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的意思是安怎？那么是复习节哦，就是你要同理心的听，听我们用华语说讲聆听。聆听跟听有啥无共款？听是安那，就普通安尼听；聆听是真注意、很注意的在听，叫做聆听。那同理心的听呢，就是安那，你在很注意去听，然后听出怎样？听出专注对方要表达的演绎的艺术，包括有语言，包括有行为。所以你若无认真看着那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无办法明白伊讲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比如讲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，安尼有共款无？应该是无啥共款。你要看迄人的表情一下，好啊，足好咧，好啊，安尼是啥？其实是无好。我会记得我咧学迄个日语中间的时阵，伊甲讲有一句话叫做 “kekoless”，kekoless 是说 OK， 但是呢，伊讲这一句话呢也是不 OK。啊！你要安怎知影讲这字是好还是毋是？然后伊在看，你要看伊个人，看伊讲 kekoless， 还是讲 kekoless， 还是你看伊个语言，看伊个表情，讲安尼是好啊毋好？哇！日本人真的是讲话也不好好的讲，都是讲同样一句话，要你去猜他的意思到底是还是不是。所以咱的表情的讲话是，咱咪讲啊，食一个柑嘛，食了以后，哦，这足甜的呢。啊，你会感觉伊是甜味？就足无甜的，但是要骗你食讲啊，这足甜的，足甜哦。啊，等一下面来叫安尼去，所以一个人的言语跟伊的行为，你得安那要整体去看，你才有可能知影讲伊的艺术到底是啥。这是咱顶礼拜咧学的，你要怎样要去看他的语言跟他的行为，咱叫做 body language， 身体的语言咧显示的是什么？安尼咱有真正会当听出来讲伊的艺术是什么。然后来甲伊讲，你的意思是讲安尼想，这叫做啥？镜子式的聆听，甲反射回去，反射回去讲，你的意思是安是安尼，然后伊就肯定甲你讲安怎。那咱今日要来学习讲，你要慢慢的说，下面叫做慢慢的说。但因为相对这个反应式的聆听来源，底细的是叫做 I message， I message 就是讲呐，我的信息。
我的信息是讲哪？是讲那翻译出来应该就是真我的表达，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但后面也可以讲掉哈。所以真我的表达其实就是快慢慢的讲，慢慢的说。咱可能讲的下面叫做慢慢说的艺术，对不对？它是要跟你快快的听两个相对应，反应回去的是呢，你讲哇，真我的表达，真我的表达不是说我没有不压抑自己，随便就发言，我本来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人就是这样啊。这是讲，这是放纵自己，没有节制自己，这不是算是我们要很好的沟通哎。真我的表达，我来找一下电。一直跑的，在真我这个沟通上，相对应这个反应式的零点，就是真我的表，就是 I message。这 I message 来电呢，并不代表说你没有压抑性的发泄情绪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办法，就照我想要就这样去讲。那这不是我们讲的真我的表达。真我表达是在你每一拜表达中，你要讲出3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讲事实是什么，事情是怎样，然后这里面有代表我有我的感觉在，还有我的期望对不对？你若注意听一个人，伊甲代志讲了足清楚，佮甲伊的感觉讲出来，佮甲伊的盼望、伊的期望讲出来，你免佮问一下，你就非常知影伊咧讲什么，你得让真好回答伊。那有一个人甲你讲。那个这样，所以这样，从讲到后面没有讲到什么事情，也没有讲到那个是哪一个，什么都没有讲。那你哪知啊？你当然不知呀。所以你来跟那种人在讲话，你会很累，累是要什么啊？你说什么啊？当然每次事情的那种改变呢，以什么代志，跟伊的感觉，伊的讲这个人，伊的情绪的感觉一下，然后哇，期待的是什么？然后对方在地也当很好的去回应他，所以真我的表达呢，其实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慢慢的说，慢慢的说不是叫我们说话很慢，慢讲，不是，慢慢的说不是。另外一个翻译好几本的翻译哦，另外的翻译就是不急着说，还有一个是不急于发言，它就是你要有心思。要有时间慢慢沉淀，然后再去供出来适当的回起来。所以今天这个经节呢，其实在告诉我们，对这个慢慢的说有一个很好的诠释哦。今天经节讲说怎样，说话要合宜，说话合宜就像怎样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这边猛男公，下面叫做说话合宜，怎样才能算说话合宜呢？怎样才算是说话？每个人都一定讲说我自己说的很好啊，但是为什么别人听起来不是呢？所以说话合宜其实会带来一个结果，这结果的一下，你都要圣经所讲的，好像是什么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下面叫做金苹果的银网子来的，伊无讲是银盘子呢，就奇怪了，为什么用银网子呢？所以牧师去查了结果。他那个网子，他也不是讲说是 net， 不是讲迄个酱干网啊，也意思讲迄个云的物件去打造，去镶制出来的物件，把一个金苹果，有没有金苹果？也没有金苹果啊。但是说以金苹果代表一个很珍贵的东西，这很珍贵的东西是不是随便摆在一个破纸的身上，破纸的上面，还是一个木板上面？你会觉得它适宜吗？一定不是神适宜的，所以其实伊咧讲的讲，金苹果应该摆在一个银网，而这网子原来意思是讲用银去雕刻的一个盘子，是镶制的一个盘子出来。把金苹果下的银所做这个容器的顶头时，代表起来呢是非常的恰当，相得益彰。这两个互相怎样？其实这边金苹果嘛，得到刚刚这看起来很有价值哦。金苹果今日若下伫一个报纸顶头，你敢会感觉这苹果就好了？这大概是无啥价的，现在下伫报纸的顶头，还是讲一个银的盘啊，顶头下一个烂去的水果，你敢会感觉这就好？无，这两项拢总爱是真适配的时，才有可能。
所以这内底其实佫包括几个意思伫，表示讲，迄个是迄个讲话呢，事业上呢是小心的计划、仔细的思想，有经过思考先才讲出来。就刚才这个银网子里面，伊真好的设计了，现在个金苹果下咧顶头共款。第二，伊是一个真有价值的。这遮尔好的金苹果，下伫一个真好容器顶头时，你着互人令人可想。所以咱一个话若讲了好时，哇！你讲了足好咧，哇！互我得到足大的帮助，我足爱听咧。毋是讲听了就讲，当你是咧讲啥。所以你有爱互人即个感觉伫，还是讲你这时机场合非常的适宜。就刚才你所设计的物件有好的设计，各有适当的材料感官，各一个艺术伫讲遐，讲是真容易，你一看就知影啊，这是金苹果，啊，这是设计真好的这种银的网子、银的盘子底下，所以很容易被人家了解，很容易看得懂，很容易能够欣赏。你的话那讲调合宜，讲的话是适宜合宜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些结果会出来，你会觉得。他讲得很好，我很受感动，我能够明白，我不用再问了。啊，他讲的话真的是很贴切，很适合，很适合在这种场合。所罗门王他是很有智慧的人，箴言是他写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说的合宜，以公戒说的合宜，16节，那你让对伊的行为来看，所罗门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智慧的人。他所写的箴言传道诗呢，每句话都充满了智慧哦，就像是金苹果的银网子来变。咱中间可能无一定拢总知影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呢，为什么这么有智慧？因为伊当王，伊要做王的时阵，撒母耳去找到所罗门王，要把他立他为王的时候呢，然后他自己跟神之间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问所罗门王说：“你要我赏赐你什么？”所罗门王要当王的时候，上帝问他：“你要我赏赐你什么？”但婆罗南那个公安呐，让我怎样？让我有很大的权利，让我有财富非常的多，让我有，反正就是求名求财富啦。但是所罗门王没有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赏赐我智慧。”让我能够管理你所托付给我的这些人，人是这样子的多，我不要让来管你，请你给我有地位。哇，上帝很高兴，上帝不只赏赐他有智慧，而这智慧是的，前面没有人比他有聪明，后面也没有，同时将他依伯要求的那些财富啦什么也都赏赐给他，所以非常的有智慧。我们再看《列王记》里面就这样记载，《列王记》上。第4章23节到34节中间都讲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以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圣经这样简单的描述，你就知道你的堂怎样讲。所罗门王有智慧，他真的是很有智慧，所以伊那讲的话应该就像是这样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，那个姑姐列来看，他做了几件的审判哦。有一个故事在记载《列王记上》第3章16节到28节，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，说有两个妓女，然后有一个妓女就去告王说，我生了一个小孩，3天后跟我一起住的这个也生了一个小孩。那个人呢？他晚上无注意，把伊的小孩子去翕一个死去。伊就趁我咧困的时阵啊，将伊死的小孩子下咧我的身躯边，把我的身躯，把我这囡仔摕去伊的身躯边。啊，我早起起来想要饲恁，啊，这囡仔那也袂食，啊，一看啊，这都不是我的啊，所以他把我换走了，请王你定夺。另外那个呢？那个妇女说：“没有，这个才是我的，那个是伊的，死的是伊的，活的是我的。”假如你是所罗门王，你要安怎？现在很简单啊，来去验 DNA， 就没事啊，验 DNA 就好了啊。那以前没有这些事情啊，当场就要决定的是要安怎决定。所罗门讲：“啊，你们2个人都要，
那就拿刀，兵丁来吧，用刀把它撇成一半，一个人一半，最公平的，因为你们两个人都要。这时候那个人，小孩子的妈妈说：“王啊，千万不可，就把这个小孩子给他吧。”另外那个说着：“好啊，这样很公平啊，一个人一半啊。”你觉得这小孩是谁的啊？是不愿意杀掉那个人，因为他爱他的小孩。那个他的小孩自己死掉，是他没有怜悯的心。你的公公呢？好，撇掉一半吧。所罗门王单单一句话就怎样？这边讲说怎样？将活孩子撇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一句话就怎样？就将活这个孩子是谁的母亲找出来了。你说他讲的话是不是很合宜？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我们看所罗门王呢，真的是一句话就解决这问题。好，接下去呢，在列王记上第10章的第1节到第5节，又讲到一个故事。他是说一个示巴女王，这个女王呢，她就所罗门有影这厉害噶，我来个试看卖啊咧，炸足侪问题咧来问伊，问了时，圣经里面记载，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明白、不能答的，就诧异的魂不守舍。魂不守舍吼，就戆去啊啦，还是有其他的翻译讲呐，惊奇的不知所措。各节翻译讲呐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还有翻译说怎样，惊奇的说不出话来，表示说这个女王呢，女王也不是很简单的啊。你要当到女王，哪有那么简单？也是很有智慧，嘛，足聪明的。伊听去这所有人，我甲问这个问题，伊拢总甲答出来，哇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所以通知影讲，所罗门伊所讲的这个每一句话，就是咱感觉金苹果伫这个银网子里面。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，还有人有讲到这个故事说，有人来拷问所罗门公，远远的讲，所罗门王，请你帮我分辨这2朵花，哪一个是真花，哪一个是假花？那咱现在花都做得很真哦，这些真花还是假花？对吧？因为它是插在那个水上嘛。那现在的花都做得常常牧师去看到的时候，再去摸一摸，哇，这假啦！那表示说，基本上醉到金呢。那远远的看的话，它是真还是假？你怎么看呢？他拷问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怎么回答？他叫人把窗户打开，让蝴蝶怎样飞进来，蝴蝶停在哪一个上面，那个就是怎样，那就是真花。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，因为我们看过了嘛，看过他所记载的。要是真的在你的面前来科技的这种，用智慧，这个绝对不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哈。脑筋急转弯，我看所罗门王也答不出来哈。但是真的考智慧的话，神赏赐他有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以讲的东西真的合宜哈。那么看讲所罗门王，也是以人来个问伊的时，个考试伊的智慧时，当他一开始要去要求做一项代志，他怎么说？就是慢慢的说，一边要讲，一边他真我的表达呢。咱看，后来你拢怎样？也爸爸是大卫王。那大卫王呢，本来要建怎样？要建圣殿，但是神说啊，你的手啊呐，绑伤多血啦，你害人害伤多哦，我要给你起圣殿，要留给恁囝来起。啊，起圣殿时需要足侪建材的啊。所罗门王讲伊要需要这建材，伊要安怎？伊得去人讨。咱看伊安怎讲话哈。所罗门王的真我表达哈，一句话说的合宜呢，就是真我表达。你能完整说出3件事情：事实、感觉、跟期望。咱看伊安怎讲。所罗门王伊要建这个圣殿，啊，伊需要这个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啊，香柏树是一种树啊，真用。啊，圆啊，然后叠，真悬的，所以刚才咱咧讲电黑条共款安尼叠，所以也当来做足侪建筑来的真需要。迄个是啊，伫推罗这个
王伊个国家内底，伊就写批要甲即个推罗王吼，叫做西兰，伫个所在要甲讨伊即个香柏树，伊变安怎甲伊讲？伫列王记上第5章第3节到第6节底下讲着吼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咱先看，因为咱讲上盖好的自我表达呐，3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啥？讲着事实，第二事情讲着啥？感觉，第三呢讲着期望。安尼是你才当甲你的代志讲互清楚。所罗门安怎讲？头一项，伊讲事实的一项，记载在列王记上5章第3节，伊讲啊，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，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。伊写互这个西兰王先甲讲，我父亲呢，他没有办法建这个圣殿呢，因为他有太多的战争啊，这是事实啊。他就讲感觉，他还没讲出感觉，还没有讲出来。但是这一句话就已经表达了，讲伊就遗憾呢，大卫王就遗憾呢。虽然没有说出来，但是表达会这样。伊耍了个讲解事实在，伊讲呢，但是神使我四围呢都平安，没有仇敌，没有灾祸。所罗门王又再次说了一些事实，这就是事实。所以呢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我要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来建殿。已经讲出来，现在事实是什么？原来是神，我爸爸大卫王要建，但是神没有答应他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平平安安的，已经没有战争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定义要来这，把我的意思讲出来的。最后呢，我要提出我的期望。我的期望，你记载在第5章第6节，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树，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，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，因为你知道我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。哇，所罗门王很会讲话，跟你讲我要讨你的香柏树，你还给他扯哦。因为阮人无像你遐厉害，哦，恁的人足厉害，所以你来错。你毋是白白错，我个安怎？阮个有人派人去甲你帮衬哦，佮毋若帮衬，你应该爱偌多钱，我照迄个钱互你。所以你若是收到这种批的时，你啥物非常清楚。所罗门王伊要治的是啥物？伊知影伊要治我的国家的香柏树。毋茫我的人去甲伊吵，伊要派人来帮衬，伊也要付钱，毋是要白白摕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这个西兰王呢，伊绝对非常的清楚，所罗门王要讲啥，其实这就是咱讲安那，慢慢地说，毋是讲话讲足慢的，是甲你的话讲了清楚，你要表示的是啥物代志，然后你的想法是啥物。然后你的期待是什么？你爱对方做到底是什么？咱刷了看先，那个西兰王呢，他就做了回应。确实，伊已经知影所罗门王底下讲的时，伊就做出回应。伊免底下来问讲为什么？我都要安怎做？不用，伊免问讲 why how， 因为所罗门王写了就清楚的啊。所以一句慢慢的说，讲就要慢。其实就是甲代志讲了真清楚，什么代志，我的想法是什么，我毋望我的期待是什么。所罗门王讲了真好，所以西兰王呢，伊免阁去问伊，伊就伫遐写批甲伊讲呐，你差人向我所提的事，我都听见了。论到香柏树和松木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。所以所罗门王用真我的表达 ，I message， 底下讲了时呢，这个。西兰王啊，他就接收到的时候，伊就底下回应安尼，不但回应安尼呢，在列王记上第5章第8节，伊伫讲即句经的时呢，一个俄勒所罗门王。第5章第7节讲安那，西兰王公还称赞了所罗门王的智慧，讲安那，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，治理这众多的民。你若是讲了真正确、合宜、合宜的时候呢，你嘛会去得到娱乐。讲就爱慢慢地说，不是讲话讲互真慢，愈讲愈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讲话慢就是互你安那不急着说，
所以你有淡薄仔时间会当思考，你就刚咧设计迄个银的网子一样。啊，因为顶头要下金苹果，所以我在设计好好势，所以我为了讲了真健康，讲了真事业性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就变做美事之类。这个所罗门王为着要起圣殿，伊需要这个树木，伊要向别个国家讨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将代志先讲个清楚。为什么我需要这个要伫这个香柏树？因为阮的父亲本来就要起啊，但是伊袂当起，我即摆会当起啊，因为我国家太平。我这代志拢无处理的，所以我要去啊！我一定要去，互你知影我的决心。然后我毋忙是啥物？你会当派人伫遐操地球，我会派人去帮衬，我嘛还没算钱互伊。安尼时阵，你想这个人是毋是非常的清楚？佮伫遐甲补一个哦，无一人参与你国家遐尼够操这手啦！哇，这个讲听了就真欢喜。就第二讲，你讲的代志我拢知影，所以伊讲的咱通知影讲呐。所罗门王以真我的表达呢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，就是咱咧讲的金苹果下伫银网子里。所罗门王呢，伫箴言内底个讲一句话，伫第10章第19节中呢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。讲安那，咱加讲一寡无路用的话安那，常常会有失错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只要讲适宜的话、合宜的话，一句就讲一句，两句就讲两句就好，讲好正确。就刚才金苹果下伫这个银的迄个网子内底，适宜拄拄啊好，安尼就好。所以咱有几个啊，这个问题伫这时候讲，慢慢的说呢，其实就是要我们想清楚再说，能够表达出真我的意思。咱来看下骹几个句子，你来感觉你要安怎来表达真我的表达呢？头一个太太向伊先生讲安那，我看我哪天死了，你都不会知道。你感觉伊背后感觉你是讲什么？伊的意思是讲安那，讲有影伊真正要死啊吼，啊讲伊要死啊，你也毋知影，应该是安那，伊感觉安那变冷漠了。被冷落了，被这样冷落，冷落，被冷淡嘛，变冷淡了哈。不没有注意到他了，所以讲啊呐，你看哈，我若是倒一天死的，毋知伊真正要死啊噶？毋是哈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慢慢的说？他有没有将他的事实说出来？他有没有将他的感觉说出来？他有没有将他的期待说出来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咱来往这，咱要安怎讲？我们一句话要讲出这3个东西，要安怎讲？你刚刚安怎讲？我看吼，咱最近讲话真少呢。啊，我感觉你敢若甲我冷淡嘛哦。啊，我毋知当期待咱有较侪时间来讲话无？安尼会使袂？勉强啦，勉强啦。来，有啥人讲更较好诶？意思就是安尼，你有讲到3样代志，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？你觉得你被人冷淡了，所以你要讲出来你的心声出来。事实是这样，咱敢若最近真少讲话。我讲咱过去一礼拜中，敢有讲三句话无哈？你嘛会使安尼问啊？哇，咱真少讲话，事实是安尼。然后你的感觉安那？我感觉。咱的关系敢若愈来愈远啊！我感觉咱受着冷淡，咱互相这互动已经无啊，互动已经少了。我真毋望有期待怎样？毋望咱毋知会当安尼有搁较侪对的无？会当搁较侪来讲话安尼无？安尼是啥物比即句话讲搁较好？对方嘛搁较知影。你无定，你若讲即句话，恁先生本来心情就无你偌好讲呐。我看我哪天死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伊讲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啊，你煞倒落去，没有，不能讲这句话哈。收，你才不会死哎！哦，这个也是不好，对不对？这种都不好啊，因为你讲的话讲的不好啊。讲的人嘛，当年我们上礼拜是讲说怎样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所以我们没有改变这个计划，我们没有要求。太太，你再说一次吧。
我们要求先生应该听出他讲这句话背后是说什么。你的意思好像是我冷淡了你哦。好，我等一下，我们就5分钟后，你等我5分钟，我们一起去散步吧。这就是快快的听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学什么？慢慢的说，所以我们要回来跟太太讲，太太呀，你不能这样说啊，因为你这样说的话，你先生呐无学好，无学的讲，袂啦，我看你袂死啦，要紧啦，不是，我们连太太也要改变，太太要慢慢的说，要说出3件事情，第一个是怎样？事实，第二个呢？感觉，第三个呢？期待、期盼、期望。所以太太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呢，事实的是我们最近很少有沟通了。感觉是怎样？我觉得我变冷淡了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了。然后我期望怎样？我们关系能够改善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沟通会最好。这就是我们提醒掉。再说一次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这3件事情？事实、感觉跟期望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题目。太太说：“你有多久没带我出去走了？出去走走了？你说呢？我这个是不是挑战性很高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你这样的话，对方会讲吗？我看是不会。我那就爱讲。啊，你不要跟伊出去行哟。啊，对啊，一定要我陪你哟。这是不好的示范，不是牧师不会这样讲哈。好，但是呢。”以前的话，我们要讲，上礼拜我们会讲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会说先生要怎么回答，先生要怎样快快的听，一定听出说他背后一定讲这怎样，也是这样变冷淡，很久没有陪出去行，所以太太在讲啊呢，你的意思是讲我真久无陪你行就，好，我看咱这个节目看煞，我就来陪你行，我这样代志做煞，我就陪你来散步。那太太就觉得说，他的目的达到了。那是上礼拜的功课，要快快的听。但是这个礼拜呢，自己也要改善啊，要慢慢的说啊。你不能再讲这种，你不才个讲一句话啊。你到底有多久没带我出去走走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哇，这样的话呢，一定的对不起来。所以一按那讲，先讲出他的事实。事实是怎样？很久没有出去走了，没有一起走了。他的感觉是怎样？一样，好像是变冷淡的。然后他很希望怎样，太太能够陪他，先生能够陪他一起走。所以他讲，他说他的期待就是希望先生能够跟他一起去走。所以你把这3样东西把它并凑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很完整的。先生就听到了，先生就听到啊，原来就是安那，咱真久无做伙去散步啊。你感觉呢？安尼袂当培养感情，真望咱会当。常常有时间做伙行，做伙散步，手牵手来行。是不是把你的意思讲出来？那我相信对方就不会有这个误解存在哈。这就是你有没有？你重新让你说一次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把事实、感觉跟期望说出来？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常常你也尴尬。我跟一个人沟通，讲无2、3句话，2个人都不爱讲，不要说好了，说多说无益。因为没有办法沟通，因为你也没讲出你的希望、你的事实、你的感觉、你的期待，那对方也没有快快的听，没有听出你说的这句话背后他的情绪是什么，所以主人你都没办法底下说来延续下来。所以其实他的沟通艺术来讲2个人，不是只说1个人，不是只讲说的人，或是只讲听的人。现在在学习就是这样，说的人也要改善。听的人嘛，都要改善的哈，所以咱哪个看一个地方底下在讲哦，像主管讲，你怎么还有空闲在这里聊天呢？我交代你办的事做完没有？你刚刚这个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什么？是他事情没有做完吗？是不是？还是看他在怎样，在聊天，在闲荡？是哪一个？应该是他在讲话，他在闲荡，没有在做事。因为他问说：“我交代你的事情做完没有？”所以主管应该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事情有没有做完，所以他不会把事实讲的说：“你代志还没最后吼，就去讲后边，你马上去有这个属下把你吐给对吧？我最后啊，那就没有话讲了。
所以你要不要讲错？这两个就是这句话故意提出来的，可能怎样讲？你爱讲的是事实，你知道你有把握的事情。刚才那几个都一样，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去散步了，我们很久没有聊天了，这都是事实啊。你这主管跟属下讲说，我看你事情大概没有做完哦，啊，假定他已经做完怎么办？你马上就被打枪回来了。所以你的事实是怎样？我看你正在闲聊啊，对不对？我看你正在闲聊啊，我感觉你这样哈，好像没有摆很多的心思在你的工作哦，才讲到我期待的，我刚才交代你的事情呢，我盼望你能够早一点完成。这样的话，就把你的事实、你的感觉跟你的期望的都讲出来，属下一听就清楚了，他可以回应。事实是没错啊，我在聊天啊，我也知道你希望完成啊，我已经做完了，或者说我正在等他的结果，差不多5分钟后结果会出来，我就会去看，啊，主管也能够了解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咱去训练哈，那重新让我们再讲一次的时候，那么在那个事实、感觉、期望供出来呗，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讲错事实，真的事实才是怎样的事实才是你知道的东西，你有把握才是。所以我们恳求呢，恳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表达的能力跟智慧，使我们的沟通会有果效。沟通有果效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有机会啊，一旦把好消息，把咱的这个信仰一旦跟人讲，你哪呢无？你们大概现在比较少看到啊。以前像牧师还在国中，或者以前不叫国中，以前叫初中哦，初中、高中以前哦，常常会在那个电线杆上面看到一个什么世界末日，或是怎样，或是说你们都是罪人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都是一件很警告、恐怖的样子这样。你说有人跟你直接编了，你有罪，你要悔改。你会不会继续跟他讲下去？不会啊！你算什么？你没有罪吗？只有我有罪吗？反正你会想一大堆理由就反驳掉他。假定他讲说，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软弱的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神来帮助我们。我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愿意听吗？你还比较会听一点，对不对？有这么好的消息哦，我愿意听看看。或者你可以想着把事实先讲出来，然后把你的感觉，然后把讲你的期盼、你的期望呢，也能够告诉人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礼拜里面呢，我们有很多小组，牧师还出了几个题目要他们去练习看看哦。所以在沟通上，我们常常有的困难是什么？叫 I message， 我要表达的真我的话，到底有什么困难？我们常常会怎样？常常会将我们的情绪摆在里面，我们常常没有将某个属性供出来，我们加了很多的形容词上去。其实我们只要讲名词就好了。你若看一个人在生气，你要跟别人讲啊，张传道在生气，对不起啊，他常常都笑脸，他没有在生气。我再换一句话，张传道将你的形容词加上一种。张传道好像中到奖件哦，所以他在笑哦。前面那个中奖件是这样，我想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会误导别人，所以这就不是事实。事实就是将越少形容词越好，就将你看到的事情讲出来就好。张传道在笑，你才可以开始讲感觉。我觉得他今天心里应该很高兴哦，一定有什么喜事哦。我真盼望他天天都这样子的高兴。我这样有没有表达很清楚？你就听得很清楚啊，而不是说我猜测很多这样。所以我想慢慢地说，不是要我们说话说得很慢，是要想清楚再说，说出来要有事实、有感觉、有你的期望。那个所罗门王有给我们很多的这种例子在，我们这边有几个例子，你们可以回去想想看哦，在。周报上都有，孩子老是玩电动玩具，到很晚功课还做不完。你们是不是都是那些呀？你们有没有都是像这样的？你爸妈都怎么跟你讲呢？妈妈要怎么说呢？你觉得妈妈这样说你就会感动的话，回去告诉妈妈，妈妈，请你以后跟我这样说好吗？
你们大概不会这样子说，因为你不希望把你的竹子、你的电动玩具哈。妈妈要说的时候，应该说出事实。我看你最近好像常常在打电动玩具啊，妈妈觉得这样好像对你的功课不太好。我期盼你还是一方面能够上网，也能够玩电动，但是你的功课也不要怎样，也不要冷落了。这样你会不会听？你也听不？不听，搁换一个严厉的，没有哈。这其实妈妈已经将她的事实讲出来了。最近你好像是玩电动玩具有比较多一点哦。我的感觉是你会冷落，对你的功课会有所影响。我期待怎样？期待你两者兼顾。有没有限制你不能上网？有没有限制你不能玩电动玩具？没有啊。但是你要节制啊，那你就应该接受啊，对不对？不然到最后被关紧闭的话呢，什么都不能玩了，对，这是第一个。或者是怎样，丈夫常常上网或看电视，不主动帮助我们做家事、陪孩子做功课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太太应该怎么说？是要练习太太要慢慢地说。当太太说完的时候呢，就换成先生怎样？我要快快的听。就是我有没有听到太太所讲的那个真正她背后的情绪是怎样？他背后情绪是应该是怎样？希望先生跟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阻止他不要看电视？还阻止他不能上网？我相信是没有。但是他哪一个比较重视？最重要应该先怎样？帮忙做家事，跟孩子一起做功课。有剩余的时间，其他时间再去安排看电视跟上网。先生要听出是按内了。那我听出来就是讲，咱点回的讲啊，你有没有同理心去聆听、去表达，然后回应？哦，太太，你的意思是安怎？哦，你是唔忙讲，我甲囡仔当较侪时间，我买当帮忙你做家事就。啊，我有剩的时间，我再过来看电视，再过来上网。表明得很清楚啊，能够两个人进和平相处，一定是有所帮助的。或是讲，你若在讲伫公司内底。下属常常延误工作品质达不到主管的要求，主管按那讲，要慢慢说，怎么说？主管大概很少会慢慢说啊，劈头就骂下去了，还慢慢的说。但是这些属下一定怎样？一定是不满意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被压制啊。但是心里面一定怎样？一直骂他，咒诅他，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做一个小草人插针。比较恶毒的人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不要做到这样，我们可以这样慢慢的说，让我们的属下能够明白主管的期望是什么，把事实说出来，把感觉说出来，把期望说出来，然后慢慢的说。但是属下应该怎样？要快快的听，有没有听出来？你主管他背后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已经对你有所抱怨了，你要继续，你能够继续安尼落去啊？有可能下一批炒鱿鱼的就是你。现在第一个在无薪假，你马上被无薪假了。再不然你要炒鱿鱼，要炒几趴的，你是第一个一定被炒鱿鱼。你有没有听出来背后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我相信，咱要好的沟通内底有一个是讲的，一个是听的，这两个拢需要学习，要学习。一个说的人要怎样？慢慢的说。要说出你的事实，说出你的感觉，说出你的期望，让别人也让精进的了解。听的人要怎样？快快的听，要用同理心去聆听，要非常将心比心，注意的听。你再让听出来，各让看伊，再让听出来讲伊讲的跟伊的行为，他的 body language 在说什么。安尼是咱伫这方面的学习，再让讲在咱的帮助嘛。望上帝祝福伫咱的这个业里面的这个沟通的。艺术的学习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听堂主，我感谢，我们学习就是要安怎会当甲人有好的这个沟通的咧。沟通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阮人甲人关系就是建立一个好的这个沟通。我嘛要向人传福音的时，我嘛需要好的沟通的咧。求主你帮助，阮爱学习讲安怎听爱紧，讲爱慢。原来讲爱慢，毋是阮豆豆仔底下来讲，乃是讲我要想清楚再来讲出来。
是讲出来是有真清楚的事实是甚物，阮的感觉是甚物，以及阮的期待是甚物。所以你帮助阮的学习，互阮的沟通会当哪来哪好，会当有利益伫阮的做见证，互阮的性命会当搁互人来知。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。